7個指標睇下你係咪愛自己。第一，照顧好你自己嘅身體，遠離一切唔健康嘅嘢，要飲好水，唔好捱夜，多啲休息。唔健康嘅生活習慣，忘記佢。第二，接納自己，你嘅出身、容貌、能力，別人對你嘅睇法唔應該影響到你，你要活在當下。第三，你要有自己嘅 passion， 有你熱愛嘅事情去追夢，任何人都唔能夠阻撓你，包括你嘅伴侶、父母、子女。第四，你要豐富你自己，每天學習，每天進步，彌補自己嘅不足。第五，控制好你嘅情緒，處理好佢，好似一杯水咁樣，水靜咗落嚟，雜質自然會沉底。第六，釋懷遺憾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忘記過去，放下執着，展望將來。第七，心境平和，由愛自己到走向愛世界，從而進入身心靈嘅合一狀態。